喂，你諗下，退休之後成日喺屋煲劇煲到對眼乾晒，定係你已經退休，但係荷包空空如也，成日望住個銀行 app 發荷？如果你係後者，你唔使覺得孤單，好多香港老人家都係咁。不過其實有條出路等緊你去發掘㗎。我係發財哥，專門同大家講啲有用資訊，得閒分享下收息、保本、退休生活嘅嘢，希望你日日開開心心，荷包脹卜卜，退休唔使煩惱。今集講銀髮經濟爆發，香港長者點樣退休後賺外快，月入過萬唔係發夢。呢條片分幾部分，先講簡單背景，再講影響同機會，最後有發財哥5大獨家精闢觀點。記得睇到最尾會有更爆嘅資訊。如果你想知最新秘聞，快過老友知最新猛料，記得即刻訂閱埋開埋弄聲。最新情況好簡單，2025年香港政府推30項措施促進銀髮經濟，長者消費額預計到2034年衝上4,960億港元，佔 GDP 超過10%。唔止消費，長者自己都可以參與，釋放銀色生產力。好多60歲以上嘅人退休後唔係坐定定，開始揾外快，月入過萬嘅例子多到數唔晒。但係鮮為人知嘅內情係，好多長者唔知自己有咁大潛力。例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研究，香港長者平均有幾百萬資產，但係好多人怕風險，啲錢放晒喺定期存款，錯過咗年金或者 REIT 投資，每個月可以多幾千蚊被動收入。仲有政府新推出 HKMC 退休三保年金計劃，可以將樓宇資產變現金流，但係好少人知點申請，結果成日覺得退休錢唔夠使。第一部分，銀髮經濟背景點解爆發？香港人口老化快到飛起，2025年65歲以上長者超過175萬，佔23%。到2043年，每3個人就有一個長者。以前退休就靠 MF 同長生津，但係而家壽命長到88歲，錢唔夠使。政府見到呢個機會，成立工作組，推人式消費、產業品質保證、財務保障同生產動力5大方向。簡單講，就係俾長者多啲錢使，同埋俾長者機會賺錢。譬如保險公司開發跨境養老產品，按揭證券公司推年金，讓你賣樓換終身月錢，好似一架舊車換新電池，繼續行得遠。第二部分，影響同機會點樣嚟？影響係雙面，一方面長者消費力強，荷包豐厚，好多有樓有積蓄，願意花錢喺健康、旅遊、興趣上。另一方面，好多基層長者貧窮率高達40%，靠打散工為生，但係機會大把。銀髮經濟唔止賣嘢俾長者，長者自己都可以賣嘢俾人。譬如發展樂齡科技，長者可以用 app 教後生子煮飯，或者加入社區計劃做義工換外快。根據勞工處數據，2025年55歲以上從業人口60萬，40%想延長工作，市場接受度高，好多公司開始請長者做顧問或者兼職。第三部分，發財哥5大獨家精闢觀點。觀點1，唔好以為退休就坐定定食老本，好似火雪突然冇晒水就敷咗。退休唔係終身開始，好多長者以為 MPF 夠用就 OK， 但通脹一嚟，錢縮水快過你想象，好似一碗熱湯，放耐咗就涼晒。發財哥建議從小投資開始，例如買藍籌股收息，每月多幾百，滾雪球變幾千，唔使冒險，穩陣先係王道。觀點2，健康係最大本錢，唔使錢都賺唔到，好似冇電嘅手提，點按都冇反應。長者健康好，先有力氣揾外快。政府推醫療應急基金同保險，但發財哥話自己要主動，例如
每朝散步半粒鐘，食健康餐，省醫藥費，又精神亦去做副業。想象下，你健康如牛，成日出去賣手工，唔使病咗浪費錢。觀點三，科技唔係敵人，係你嘅金礦，好似一粒種子，燒水就長大樹。好多長者怕智能電話，但係而家 app 多到爆，可以用 Carousell 賣舊衫，用 Zoom 教英文，每月多幾千。發財哥試過，教我阿姨用 Shopify 賣自家醬，2個月賣晒一堆，賺過萬。科技簡單如食飯，學識就無敵。觀點四，社區力量大過天，鄰居變金主，好似一盤散沙，湊埋就變成牆。香港社區中心多，加入好幫手計劃，可以做導師或義工換津貼。發財哥見過，好多長者組成小組，一齊賣菜園產品，互相推介，生意翻倍，唔使孤軍作戰。社區就係你後盾。觀點五，小步開始，大錢自然嚟，好似爬樓梯，一級一級就到頂，唔好一嚟就想月入過萬。從小嘢開始，發財哥信，慢工出細貨，穩穩陣陣先長久。真實例子嚟啦，先講龍仔，78歲退休司機，退休後悶到發慌，加入社區手工班，學織圍巾賣俾遊客。起初一日賣2條，賺100蚊，後來上 Carousell 月賣過100條，月入8000。佢話以前開的士見人多，今個圍巾一樣見人，仲開心。梅姐72歲家庭主婦，仔女移民，佢開始教烹飪班，用 Zoom 教年輕人煮港式煲仔飯，一堂客100蚊，一周5堂，月入過萬。佢笑住話以前煮俾仔女食，今煮俾全世界食，人生第2春嚟晒。強哥65歲前工程師，退休後租出車位同多餘房間，用 AMB 平台，每月被動收入12000。佢話以前返工累，今坐喺度收錢，好似中咗6合彩，但冇咁驚。更多個案分享，有位阿伯叫阿明，70歲，賣自己種嘅香草俾餐廳，1斤50蚊，每個月賣到兆百斤，賺過萬銀。佢喺露台種，簡單好似種花咁，但係可以賣到錢。仲有個阿姨叫小花，68歲，開咗個 YouTube 頻道分享退休生活，廣告收入加埋贊助，每個月搵到15000蚊。佢話我唔係網紅，只係講真心說話，點知咁多人中意。根據我上網搵到嘅資料，2025年有個真實故事。BBC 報道一位長者阿珍，75歲，之前做清潔工，退休之後轉做寵物陪月，一日20蚊，一個月做20日就有4000蚊。後來發展成小生意，每個月搵過萬銀。佢話疫情之後啲人驚帶寵物出街，呢個機會就嚟咗。另一個香港商報講過，一位退休老師阿華，73歲，用政府年金計劃將舊樓變現，每個月固定有5000蚊年金，剩低嘅時間做補習老師，1個鐘300蚊，一個禮拜教10個鐘，又多3000蚊，總共每個月搵過萬銀。簡單穩陣，發財哥實戰秘訣：5大賺外快方法。1、賣手作或者二手嘢，用 Carousell 或者市集，一開始賣衫褲，之後賣自己整嘅餅乾，每個月搵3000蚊起。2、教技能班，煮餸、園藝、太極，社區中心有免費場地，一堂100蚊，容易上手。3、被動投資，買 REITs 好似領展咁，每個月收息，100萬本金，每個月有幾千蚊息，唔使出力。4、租資產車位，房間用平台出租，香港地方細細，每個月租過1000蚊容易。5、網上服務，留購代購，用 app 接單，彈性大，適合長者體力。呢啲方法邏輯連住，先從自己有嘅嘢開始，唔使大投資，健康好先有力氣，
科技幫手推廣，社區揾客戶，一步一步擴大，對接晒，前後一氣呵成。2025最新趨勢爆料，政府推出銀色就業計劃，資助長者創業，仲有 AI 配對副業平台，好快長者可以一 click 揾到適合工作。據我聽聞，跨境養老保險熱賣，長者去廣東住，香港資產收租雙重收入。總結嚟講，銀髮經濟唔係遙遠概念，就係你退休之後嘅第二個機會，唔使驚，開始行細步，每個月揾個萬銀等緊你。發財哥5大獨家論點：第一，退休係重生，唔係結束，好似換新鞋，行得更遠。第二，錢唔係目的，開心先係王道，好似食雪糕，甜蜜先重要。第三，長者智慧係金，教後輩賺錢又傳承，好似老樹出新芽。第四，合作好過自己一個，社區網絡好似安全網。第五，堅持落去，財富好似河水，慢慢流過嚟。發財哥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，記得打電話俾爸爸媽媽，分享呢啲秘訣啦。如果今日學到嘢，記得俾個 like，share 俾朋友，訂閱埋開窿。下次想睇快啲，記得訂閱，唔好俾老友快過你知。拜拜。